好，现在你们注意听哦，施人之恩莫大于助人为善。我们要怎么样布施？我们这个恩德如何跟人能够搭上线、结上缘？是怎么做的？你要能够对别人有恩德，最大的恩德在哪里？莫大于助人为善，帮助大家多这些行善，劝人要止恶向善。那么大家都是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这个社会就会更加的进步跟和谐。你看，你如果帮助大家都行善，大家心中存着善念，处处为别人关心，为别人着想，各位，那你这个是给别人最大的恩德，因为你种的善一定有善报的。害人之甚莫大于引人为恶，害人你要加害别人，最严重最厉害的是什么？莫大于引人为恶，一直引导别人，诱惑别人去做坏，让他堕落，让他沉沦，让他根本没办法翻身。你看现在外面很多人彼此互相招朋引伴呢，去做什么？敲诈、勒索、诈骗、卖毒。各位，那你看酒驾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害人呢，叫人去为恶的。所以这个是最严重的，我们不可以这种行为，一定要特别小心。成人之美，莫大于养人之德。你要成就别人呢，让他能够成功，让他能够顺利的印途开通，家庭和乐，让他事业有成。你要成人之美，你怎么办？各位，最大的功德在哪里？扬人之德，能够宣扬别人的那种品德。我们可以介绍别人所做的善举、善的行为，我们能够好好的介绍给所有的人，都来跟他亲近，来敬仰他这个人。所以我们呢，要成人之美，一定就是要养人之德，来宣扬别人的品德、别人的道德。我们能够宣扬别人的优点、他的好处，他本身所作所为能够利益别人的这样一个举动，我们要好好的帮人家介绍，这个叫做成人之美。坏人之事莫大于揭人之短呐，揭发别人的短处啦，别人的缺点，别人的不好，别人有什么隐私，你就一直想要揭发别人的疮疤，你一直想把它好像抖开来一样，那是很坏的。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坏的品性，你这个是损德啊，是损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。以上这个简单的道理来告诉大家，希望我们大家互相勉励。我们人呐，起心动念呐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啊。所有天地之间，一念动，鬼神知啊，所有鬼神都知道。所以我们不要有恶念、恶毒的念头。各位知道吗？心如果有歹念呢，天必兼之；心如果有善念，天必护之。如果你心就是清净的念头，有净念，那天就诱之，绝对是护佑着你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揭发别人的缺点，我们给别人鼓励，给他光明，慢慢的引导他走向一个未来非常幸福的道路，光明的道路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像我们要诱导孩子，也要给他赞叹，给他鼓励，给他希望啊。你如果没有一直揭他的疮疤，骂他不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结果这个孩子越来越坏，到时候你痛苦无穷。所以我们人呢，应该要给大家鼓励，对不对啊？不要揭人的疮疤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以上这几点呢，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大家来互相勉励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